今日咧，我哋嚟到咧香港人最中意嘅 Solihull， 介紹一個咧3房連車房嘅租盤，大家入去睇下。喺 floor plan 嘅設計裏邊咧，特別喺1樓咧就設計咗個客廳啦，同埋活動室，咁咧可以俾咧大家咧食完飯之後咧，好舒服咁喺度休憩啦。一個擁有非常優質嘅校區同埋方便購物交通嘅地方，大家記得嚟揾我啦！